写的生活中不用讲他是我。你说什么？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这电影的书别放这儿，这艺术类的，文艺不分嘛。我已经放了呀。哎，这个放哪儿？分类。我说你喷的是香水啊，还是毒药？你想把客人全熏跑吗？你这怎么摆的？这不是你教我摆的吗？哎，嗨，发现啊，在书店呢，还行啊，对，晚上，有，哎，行，那咱们晚上见吧。好的，哎，好嘞，来。来杯啤酒。谁呀？怎么没来？怎么没来啊？干嘛去了？喂。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乐队吧。大龙、魏迪、棒棒、老曹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？叫我小哲就行了。我美美。来，我们欢迎小哲加入乐队。你不热吗？你都摘了吧？是我的珍藏版的 CD， 你知道这是谁吗？1978年克拉什的珍藏版。这个是黑池乐队的，这是近代的，我都超级喜欢。不要给我弄坏了。你都从哪搞到的？
这个不能告诉你。不过如果你跟我关系搞好以后呢，我会考虑要不要借给你听一下。那谢谢了。你说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赶着说。一边妈妈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书店不是咖啡厅，咖啡厅在隔壁。我说你聊天，你把我的书压坏了，没法卖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这什么态度呀？走吧走吧，不要跟他啰嗦了，走走走。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大森，大森，上个月的、这个月的都在催了啊！水费、电费、物业费，你再不交我真的。我的事儿你别管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。哎，刚刚我听在外面，你该不会又跟人吵架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让你别这样得罪客人，你还想不想做了？态度好一点有那么难吗？我的事儿你别管行吗？那两个人根本就不是来看书的。不是来看书的，你也不能发脾气啊！那这样的话还是我发脾气还是他发脾气？你刚才看到了吗？你以为书店现在这样，我不着急吗？这是我的店，跟你没关系，我没让你跟我一起操心。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理解。你总是这样，总是这样。你放心，店里生意再不好，我都不会欠你工钱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哪个意思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哎，小珍来了，你先过去吧。啊，好。美美，给，上次借你的 CD。你干嘛呢？你管我？这衣服不要了，你撕它干嘛呀？要你管啊！你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不是你谁欺负你？跟我说呀！哎，你别撕了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！我让你管！哎。梦想若变成真的，总有些曲折，但你先别怀疑那结果。
想要幸福的资格，先明白生活不是完美华丽的烟火。幸福的阶梯，寻找飞行利器，它一直在哪里？或许你不经意的转身，在你就要灰心的狂奔，命运不跟你作对，为你推开新的门。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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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 ，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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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，幸福它一直存在，只要心里带着爱。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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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 ，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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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，它懂得你的期待，向着你迎面走来。好，哎，过人了，好，你等慢一点。吓死我了！对了，我是应该叫你小菊还是妹妹啊？哎呀，你干嘛？那我是该叫你大森还是小哲啊？可是，书店和酒吧了，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你啊？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，哪个才是真实的你？生活中人都是两面的，一个为别人，一个为自己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不这样认为，我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再说了，生活多姿多彩多好呀，而且两个都是我呀。
过来了。啊，你在干嘛？好，没事儿，坐。哎，这什么书呀？这个你就不是给我看一眼嘛。没什么看的，真没什么看的。副社长，好，你看吧。你也信星座呀？那我就告诉你个秘密，我是水瓶座。这我早就知道了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知道你是摩羯。哎，你看这儿，在没有遇到理想的对象前，会默默的等待，谨慎的态度在爱情上表现为对异性的排斥、不相信，即使喜欢对方，也不会向对方直接表白，只是默默的注视，只等被对方察觉，才借机表露爱意。我喜欢你。大森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把书店经营下去，不能遇到这么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啊。没问题，不过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们去旅行吧。好啊。当水瓶遇到摩羯，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？不要给自己的心穿上防弹衣，虽然它能保护你，但同时也隔绝了你和我之间的联系。爱需要表达才能够甜蜜长久。